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正诗。请坐。请咱兄弟将行动电话关机，咱备办恬静的心来听福音钟声。
耶和华，你的慈爱是伫天里，你的信实到伫穹苍，你的义亲像极悬的山，你的判断是亲像深渊。耶和华，人甲精生，你拢保护因。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472首，外面拍门是谁？请咱游玩徛立，齐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经文20，嘛是诗篇第96篇，请咱兄弟变开圣诗后壁面第38页。我客，请咱兄弟来译。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逐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着用圣洁的尊塔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
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啦，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请咱同心仰头来祈祷。原本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你是时间甲空间的创造者，也是光甲生命的源头。你使阮生命存活的需要，毋若是水、空气，甲日夜轮替的日月，阁供应阮昼夜的菜蔬食物，互阮伫你所赏赐的土地，通好自由徛起，建立阮所喜爱的生活甲社会制度。阮透过每一日伫生活中所经历的逐项代志，领受对主来的慈爱甲疼痛。所以，阮知，阮也着爱疼痛阮的厝边，是因为有主的疼大声行伫阮的头前。阮着爱安尼彼此相疼，用阮的疼心来荣光主的性命甲恩典。现今世界纷争不断，国甲国战争，人甲人相争，每日有侪人伫战争的炮火中死亡，嘛有侪人每日伫骄傲中、病痛中，或者是散车中艰苦做日子。这毋是遮个人一出世就注定来受拖磨，嘛毋是因所徛起的土地受到咒诅，互遮个人无缘无故一代搁一代活伫日日惊吓甲受压迫的日子。因的纷争毋是起在伫无相共的宗教，嘛毋是因为因无相共的肤色、无相共的语言，也是无相共的生活习惯甲文化。独独有疼痛的心行伫头前，有真理的引带。虽然有无相像的宗教、无相像的种族、无相像的语言甲生活习惯，阮犹原顶好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彼此和平欢喜，斗阵生活伫同一片土地。恳求主帮助阮，互阮有气力甲智慧，行出阮的疼心，将阮兄弟所奉献的金钱，毋但是用伫阮教会内面的建设甲活动，嘛挺好用伫社区邻里一寡较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恳求主赦免帮助阮，互阮会当搁较积极将福音的种子压伫阮所行过的所在，因为福音是主的大能，会当甲救恩赐予一切相信的人。大先是犹太人，尾后是外邦人。阮安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献诗跟圣歌队要献的诗是望之诗，信心的歌。咱上尾段咱只会邀请咱兄弟做伙唱，咱较看注意指挥伊的手势。
今日共读的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4章14至16节，甲第5章第7至第10节，甲启示录第3章20至22节。请咱兄弟先编开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新约第253页，咱先来读希伯来书第4章14至16节。所以，咱已经有大的这石头，上帝的囝耶稣，经过遐个天，就着接受所承认的。因为咱所有的这石头，毋是为为体贴咱拢总的软弱，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若是无做，所以咱着好胆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帮衬。另外，伫希伯来书5章第7至第10节，伫圣经新约第254页，基督伫伊点肉体的日。用出力嚎叫，搁流目屎，献祈祷，恳求互遐个会救伊出死的，搁因为伊的敬虔得到听见。虽然做囝，也对所受者的苦难来学顺服，已经诚做完成。就做凡那顺服伊的人，永远拯救的君王，互上帝称伊做这石头，才有袂记洗得的班列。上尾是启示录第3章20至22节，记载伫新约第286页。286页，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得胜的人，我要互伊甲我同坐伫我的座位，亲像我得胜，来甲我的爸坐伫伊的座位一样。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圣经读到这。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想来遵从，我心尽在对你讲，只想我的主。现在，现在，我心更想来遵从，我心尽在对你秉公，只想我的主。下面咱邀请陈荣觉牧师为咱证道人生征战中耶稣甲咱同在。咱做下来祈祷，感谢听阮的主，阮的爸上帝，互阮一清早的时阵会通来到你面前，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通过诗歌、吟诗、祈祷，领受主你的话，通知影伫阮今仔日的生活中间，阮所拄着的惊吓、挣扎，拢要因为耶稣你甲阮同在，来得到安稳自在。阮将会早起的敬拜
恭敬拜列伫主你面前，恳求你圣神甲阮三甲同在，互阮下礼拜亲像芳芳的祭，献伫你面前，互你欢喜甘纳。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伫咱的每一日生活中间，咱常常拢会拄着各种无相款的人生的即个挣扎。有时咱伫生活、伫工作、伫婚姻、伫学业、伫家庭，咱拢会拄着无共款的即个挣扎。但伫各种的挣扎中间，咱要安怎来面对？咱要安怎会通成做一个德性有存的人？伫咱的信仰中间，咱深信咱的福音，咱对上帝认捌，就是上帝毋是离咱真远，上帝毋是甲咱无关系，上帝是甲咱密切有关联。因为伊通过耶稣基督来降生伫即个地面上，伊用人的款式来经历咱人生种种的问题。所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耶稣为了咱所面对这种种的挣扎，来开一条新搁活的道路。咱若咧读4本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时阵，咱若读到第4本的福音书，有记载耶稣所讲、所行、所做的这个代志。那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时阵，人通知影，这就是耶稣真要紧的教示，甲伊的所行所做。伫4本福音书内面，拢有提到耶稣伫这个约旦河受洗礼这个代志。耶稣的受洗礼，正侪伊伫世间的传福音这个事工的开始。咱知影一个人的洗礼目的，每一遍若有人要受洗礼，牧师就甲伊问讲：你伫遐认罪悔改来信耶稣，认罪悔改来相信主耶稣。但是咱知影，咱的主耶稣并无犯罪。是安怎伊爱受洗礼？这个问题，伫这个行洗礼约翰也有拄着。当耶稣要互这个行洗礼约翰来洗礼的时阵，行洗礼约翰讲：我应该受你的洗礼，洗礼你乃反倒转来找我。伫马太福音第3章14节安尼记载。因为耶稣无罪是安怎，伊要受这个行洗礼约翰的洗礼。咱知影耶稣受洗礼是印证讲，伊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伊甲每一个要追求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人，伊甲咱三甲徛做伙。所以耶稣的受洗礼甲咱讲，伊是真正这个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耶稣出世的时阵。伊讲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所以耶稣的洗礼是见证上帝要成做咱的帮山，伊常常甲咱徛做伙，伊常常踮伫咱的中间。咱会早起所读的这个希伯来人书，将咱的生命形容是一段雕成的这个路程，雕成的路程。所以伫希伯来人书13章第4节讲：伫地面上，你无永远存在的城，咱是咧找迄个将来的城。伫世间，咱无永远存在，咱有一日定要离开这个世间。但是当咱在跑走咱人生的路程的时阵，咱会亲像希伯来人书第12章第1节所讲的。讲恁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阻碍，甲咱交甜无清楚的罪，艰辛吞忍跑走咱头前的路站。安尼，咱到底要安怎来跑走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人书12章第2节，
甲咱讲，恁定爱自行看耶稣，因为伊是信的源头甲正尾，是咱信心的即个创始者甲完成者。耶稣是咱的信心的即个开始，也是咱信心的完成者。所以，咱靠着信心，咱靠着耶稣救赎的功劳来过咱人生的路站。耶稣成做咱的帮站，伊带咱来行世间的路程。这条路程行往阳光的道路，毋过这条路程中间有充满真侪遮的艰难困苦，有充满真侪遮的挣扎，甚至拄着真侪恶担当的事。希伯来人书看将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为着咱来开一条新的路，突破一切挣扎，面对所有的阻挡，互咱会通达到互耶稣欢喜接纳，这个真要紧的目的。希伯来人书内面伫第4章、第5章有提出两个这个挣扎的这个例，帮助咱面对种种挣扎的时阵、种种困境的时阵，会通成做一个得胜有存的人。头就伊伫希伯来人书第4章的14节到16节，咱就是爱学习主耶稣伫挣扎的中间克服忧吓的这个试探。耶稣甲咱相款，要面对真侪遮负面消极的攻击、消极的溃烂，所以伫希伯来人书第4章15节有记载讲，咱的大祭司并毋是袂通同情咱的软弱，反倒等咱的大祭司，伊捌亲像咱伫各方面经过试探，毋过伊无犯罪，耶稣受洗了，马上受魔鬼引诱到伫即个旷野的所在，受40日的即个试炼。伊经过即个真歹的即个势力，3摆受引诱，魔鬼爱耶稣会通运用伊的权力，阁因为伊妥协上帝的权威，要挟伊追求即个安尼看会到的即个刺激。耶稣受洗了，马上受这个试探，表示耶稣伊也拄着人生种种遮的动荡，伊亲身也经历着每一个世代、每一时代对活的人、对生活的人所拄着遮的艰难困苦。感谢上帝疼痛，在困境的中间，咱因为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帮助，互咱得到真大的盼望甲快乐。使徒保罗也安慰咱讲，伫即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讲咱所拄着每一个试探，并毋是一般人所会通接受的。上帝是信实的，伊绝对无互恁拄着无法度抵抗的即个试探。当试探来的时阵，伊会互恁快乐，互恁担当会起，替恁拍开一条出路。即只就是保罗真清楚，甲咱安慰，也甲咱鼓励，讲咱拄着试探的时阵，上帝要互咱有快乐，互咱担当会起，也阁替咱来拍开一条新国活的道路。希伯来人书，因为耶稣所面对的这个诱惑，伫每一个世代一个角度，也有可能受这款的诱惑。毋过耶稣伊通过伊所教示的话来帮助咱，互咱得到感动，互咱得到鼓励。所以希伯来人书第2章18节安尼讲，因为伊亲身经历着受考验、受折磨的艰苦，伊现在会通帮助遐个受考验的人。耶稣亲身拄着即个考验试探，所以伊会通
帮助遐个受考验、受试探的人。所以头一项，咱通过希伯来人书4章14节到16节，咱伫人生的挣扎中间，咱伫遐学习主耶稣伫试探中间，伊会通得到得胜，会通得到赢过这个试探。第二位的圣经伫希伯来书第5章7节到10节，咱就是要学习主耶稣伫挣扎的中间迫切的祈祷。伫人生的挣扎中间，迫切的祈祷。希伯来人书第5章安尼描写耶稣怎样伫祈祷中间热切的即个挣扎。耶稣伫世间的时阵，捌迄个会通救伊脱离死亡的上帝大声祈祷，流目屎祈祷。耶稣大声祈祷，佮流目屎祈祷。所以咱看见耶稣伫即个受苦受难进程，伫克西玛尼园的祈祷，圣经描写讲，迄个祈祷安尼，亲像咧安尼迫切，真流血，安尼伫遐拼命咧祈祷的款式。所以耶稣伫祈祷中间，上帝来伫遐哀求，伊经历着遮忧伤，经历着遮的苦难，遮人生真大的即个变动。耶稣伫克西尼遮的挣扎，也真做咱的帮助。伊会通赢过即个安尼负面消极的。伊讲爸啊，你若会当将即个苦杯离开我，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爸的旨意来行。耶稣也真爱将即个苦杯、即个苦痛，面对死亡、面对事实，会通来离开伊。毋过主耶稣顺服天父上帝的即个因的安排因带，伊讲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爸的旨意来行。伫圣经内面也描写真侪即个大个有困难，即个祈祷的实例。伫摩西，上帝爱伊，因带上帝百姓离开埃及，行往伫自由的所在，通敬拜上帝的所在。摩西通过祈祷，摩西一个祈祷，才会在个就临到伫埃及。当伊拄头前红海后壁有埃及的军队来咧对立去对杀的时阵，摩西通过祈祷，通将即个海水分开，互以色列百姓平安经过。摩西会赶一个闭落去，即个水就搁夹起来，互埃及的军队才会兵拢受真大的灾厄。摩西的继承者约书亚，也是一个真够祈祷的人，所以伫约书亚记第5章14节有描写约书亚伊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毋是靠家己的才调、靠家己的才能、家己的能力，是乃是靠上帝，互伊通过祈祷，才有困难来带这么多的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搁伫圣经内面，咱知影这个大卫王也是一个真够祈祷的，所以咱伫大卫的这个生平甲伊所建立的王国，咱就通明白，伊的困难来源是通过祈祷来得到上帝帮助。咱知影这个诗篇拢总150篇，咱若详细来读咧注意的时阵，迄个标题真侪拢是大卫的诗、大卫的祈祷，一半以上是大卫挂大卫的诗、大卫的祈祷。伫诗篇内面，咱常常看到即个大卫的心路历程，伊心理的即个变化。伫诗篇内面有懊恼、有感谢、有称赞、有忏悔、认罪甲祈求，代表大卫一生真大只的经历。所以伫诗篇内面真丰富来帮助咱来信仰的困难。所以我伫牧会中间也常常爱鼓励兄弟讲，当你祈祷无困难，也是讲毋知要安怎祈祷的时阵，你会通用诗篇做你的祈祷。诗篇有真侪丰富这内容，会通帮助你的祈祷，搁较有困难，搁较有能力，
搁较会通体会到上帝伫即个时阵、伫即个所在，爱你所行所做的是甚物。所以祈祷通讲是咱人生一个真要紧，亲像咱咧喘气相款，咱会通喘气，表示咱要活命。咱若袂通喘气，咱人离开世间，就讲伊断气，断气。所以通讲喘气、呼吸是咱的活命。祈祷也亲像咱的呼吸，咱若袂晓祈祷，咱的灵命就无气力，咱的信仰生活就无能力。所以咱就爱亲像以别人书第5章7节到10节所讲的，学习主耶稣伫正直的中间迫切的祈祷。第3项，咱就是通过启示录第3章20节到22节，挖靠主耶稣得胜有存。主耶稣伫启示录中间，捌7间教会来问安，对7间教会，互因无相款的即个信息。对于即个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内面，有针对当时才会拄着正直、爱用火热的心来听主、来服侍主。所以耶稣对伊的应允是讲，论到遐得胜的人，我要赐予因权力，食上帝龙园中迄个活命树的果子。启示录第2章第7节，讲我要予因食上帝龙园中迄个活命树、生命树的即个果子。耶稣伫即个所讲的话中间，互遐会通克服困难、会通赢过挣扎的人，应允因有永远的活命。伫教会历史的中间，咱有看到一个信仰的典范，就是德国的一个牧师，一个神学家，伊是写真侪册的一个潘浩华。伊真少年时阵就做神学院的院长，会通来造就真侪人。伊是德国一个任性教会的一个牧师，灵修的作家。伫服侍中间，伊常常伫即个要做上帝心中的奴仆，要搁做兄弟姊妹好的牧者中间，有拄着真大强烈的挣扎。伊受邀请到伫美国纽约即个协和神学院伫遐教册。伫教册中间，伊也常常咧挣扎讲：我伫美国遮教册生活真好势，真舒适。毋过我的国家，我德国的百姓，伫当时即个希特勒政权的压迫下面，信仰生活拢拄着真大的艰难、真大的挑战，甚至生命的威胁。伊讲我伫遮安尼好好咧教册，毋过我有一天倒转去我德国的时阵，我要安怎面对我的百姓，面对我教会兄弟姊妹？所以到尾就决定讲是即个协和神学院教册工作倒转来伫即个德国的所在，甲伊教会兄弟姊妹做伙生活。伫即个倒转去了，伊也拄着面对讲要安怎伫即个上帝真正的奴仆甲好的牧者中间真大的挣扎。伊有讲一个伦理的即个决定的即个披露。伊讲，伊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上帝奴仆，看到有一个公车的司机已经无正常，开车安尼弄着真侪人，互人无性命。你做一个牧师，你做一个上帝奴仆，你是要马上制止这个无正常的公车司机，唔通继续起来弄死人去救人，是你要甲做一个收拾这个已经受弄死的人的这个丧事，来主持这个丧事。伊讲伊对上帝所领受的吊命甲使命，就是爱马上制止这个无正常的这个司机。唔通继续去弄死人，去搞死人。
所以伊就参加这个暗杀这个希特勒政权的这个组织。到尾这个受发现受判刑，受判这个绞刑，是用安尼锁甲伊颔棍甲伊吊起来，伊伫受关押，敢伫这个关押中间，伫乌天暗地中间，伊伫遐有做一首诗，这首诗就伫1944年的12月。伊伫监狱中间写这首诗，互伊所听的老母甲伊的未婚妻。这个潘霍华牧师用这首诗，家己勉励家己，也鼓励这个受苦受难迄个基督徒，伊的同胞。伫这首诗中间，互咱看出伊是一个真正的奴仆，伊要学耶稣的款式，伊也要做一个好的牧者。伫这首诗的内面，咱看见这个真正的奴仆较好的牧者的这个模范，这个典范。这首诗叫做“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的这个溃烂”。咱即时要做伙来用华语做伙来读这首诗歌。读了以后，咱要来看就是德国人用德语。家己弹，家己唱，咱三甲来看伊所写即个诗歌，会通体会到伫信仰上对咱有啥物帮助。咱做伙来读这首的诗歌，用华语做伙来读。所有美善力量默默围绕，神奇美妙安慰保守，让我们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连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主啊，请让饱受惊吓的灵魂得到已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递来沉重苦悲，悲言满溢痛苦之意，从你良善慈爱圣手毫不颤抖感谢领受。若你愿意再赐我们世上欢乐阳光亮丽，我们纪念如梭岁月，生命完全交托给你，请让烛火温暖明亮燃烧，你给黑暗中的我们烛光，请容许令我们再度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暗照耀，寂静深深围着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响声从周围无形的世界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无论何时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咱做伙来欣赏这首的诗歌。Von guten Mächten treu und still umgeben, behütet und getröstet wunderbar. So will ich diese Tage mit euch leben und mit euch gehen in ein neues Jahr. 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Noch will das Alte unsere Herzen quälen, noch drückt uns böser Tage schwere Last.
Vergib unseren aufgescheuchten Seelen das Heil, für das du uns bereitet hast. 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Lass warm und still die Kerzen heute flammen, die du in unsere Dunkelheit gebracht. Für wenn es sein kann, wieder uns zusammen. Wir wissen es, dein Licht scheint in der Nacht. 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这就是我讲伫暗时伫早起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拢要甲咱三角同在。伫即个希特勒要败亡的进前2礼拜，即个潘霍华牧师受即个绞刑，伊要受即个受刑进前，伊跪落去，上帝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我知影这是我肉体生命的结束，毋过也是新生命的开始。伊就安尼受人即个绞刑，第38岁就安尼离开世间。虽然离开世间，毋过伊有留真侪遮的册伊伫狱中的日记，诚做咱今仔日信仰真好的帮衬。所以，互咱体会到，耶稣基督替咱开一条道路，互咱伫正在中间找到要往头前行的即个道路，也感觉讲体会到耶稣常常陪伴伫咱的身边，亲像耶稣伊伫传福音的生涯中间，也常常陪伴伊的学生。伫学生的身边，伫学生拄着困难挣扎时阵，不断来支持伊的学生、伊的门徒。今仔日，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追求信仰的人，咱也面临各种无共款，甚至真困难的即个挣扎。咱深深相信主耶稣拍开伊的双手，邀请咱甲伊好胆、勇敢。往头前来跑走。对古早到现在，耶稣基督对所有即个拄着挣扎、即个遮的信徒兄弟姊妹，做出真大的应允，就是伫启示录3章21节所讲：论到迄个得胜的人，我要赐予伊特权，伫我的宝座甲我三角座，亲像我已经得胜。现在甲我的爸同坐伫伊的宝座相款。耶稣基督再三向咱来保证，当咱拄着各种挣扎的时阵，伊为着咱，带咱来行一条光明的道路。咱相信，咱若信靠主耶稣，主耶稣永远甲咱同在，咱就要行往得胜。体验主耶稣告我真正有往望的道路，咱有这款的信念，咱就会通欢喜接纳各种的挣扎，对迄中间找出行往信仰成长、甲有能力的信仰的一条道路。咱通过主耶稣的经历，以及这个德国潘霍华牧师的心路历程，互咱体会到。无论安怎，无论偌艰苦的逆境，
困难、病痛阻挡，咱拢要体会到，咱的主耶稣永远甲咱同在。咱大家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听从。你想想，阮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带予世间望甲快乐。阮今仔日伫生活中间，伫信仰生活的过程中间，阮也常常会拄着无相款的挣扎、困难的选择。毋过，阮要学习阮的主耶稣，伊伫游戏的中间，会通来克服魔鬼撒旦的试探。伊也要通过祈祷。迫切的祈祷，对上帝恳求，对上帝领受快乐，也因为安尼要得胜有存。主耶稣，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够额的信心倚靠你，也学习你所留的模范，成做阮信仰生活的典范。感谢你的听从，也感谢你恩典伫阮的中间。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现在起立来唱回应的诗，圣诗第303首《上帝的囝基督》。请坐，下面奉献，请秀英结束甲落位指示。
下面报告，咱请兄弟先编开咱周报第3页。咱先来读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咱兄弟对我错接读2遍。本周金句，跟伫周报第3页。所以，咱着好胆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人民也得到稳定，做及时的帮衬。希伯来书4章16节，请。所以，咱着好胆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人民也得到稳定，做及时的帮衬。希伯来书4章16节。所以，咱着好胆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人民也得到稳定，做及时的帮衬。希伯来书4章16节。本周的聚会表甲所谓礼拜听书刊登伫咱周报第3页。请咱兄弟参阅周报的内容。若有参与事工的兄弟，请注意。周报第4页，咱小会公告，咱定伫11月12礼拜中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后礼拜，后礼拜备办心甲主讲座道。本会消息，咱今日非常感谢陈荣觉牧师前来咱教会主领礼拜甲讲道，非常谢谢。后一个主日礼拜，咱邀请台湾神学院的林文娟老师、牧师来本会讲道。咱兄弟做伙来关心新学院的事工吼。第3点，咱今日下晡5点30分伫5楼副堂有咱本会已经办2年的这个小提琴初阶班吼，因的成果发表会。因为因2年学习起来，有的家长妈妈吼，甲囡仔拢是对完全没有音乐基础开始学，学习有的嘛是母子档啦吼，学习的成果还不错。因为咱教会有定着伫这个11月底吼，若有机会要来成立第2班，今日下午5点半，就是有一个邀请，请咱对这个学习弦乐有兴趣的家长，或者是学生吼。不管你有没有音乐基础吼，咱听学生伫5点半来参加因的这个成果发表会，看因伫这2年内底学习的效果。咱欢迎咱回来主题也是对弦乐班对弦乐有兴趣的咱会友吼，会使来参观看这个对音乐完全是门外汉的这个会友吼。因伫2年内底学习的效果吼。第4点，咱11月初日基督会邀请关怀小组吼，特别是美名小组甲恩慈小组的成员甲组长出席。咱伫这个基督会中为咱教会事工甲咱的家庭生活种种的事务同心来带导。第5点。咱教会伫11月25，下早9点半到下晡4点半要来举行全教会事工检讨会啦请各部组、中级团契会长含圣歌队队长主义路的校长拢拨空参加。第6点，本会赵令吉。牧师伊伫国立联合大学艺术中心有举办一个20年磨一剑赵令吉摄影展，这展出的期间到11月17就结束。请咱兄弟有时间呢听好直接前往苗栗这个联合大学来参观。集体关怀甲会友动态。咱
第一点是本会林慧珍姐妹吼，伊伫10月22民主民主运调定伫11月7号上午8点30伫台中东海殡仪馆举行日幕甲告别礼拜。咱兄姐有要参加致意的吼，自行前往原主来安慰慰祝。另外，咱本会嘉圣长老10月22嘛跪伫天家定伫11月11号上午10点嘛伫东海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咱兄姐有前往致意的家己安排交通自行前往。其他事项咱咁样下伫上尾咱的大多事项吼。咱看周报第5页，较要紧的、较重要就是今日这个青少年团契吼，第一点因今日主日礼拜结束了，伫11点20伫5楼附近有聚会。咱因的主题是社区的巡礼，咱邀请客友有时间的踊跃来参加。第三点是今日礼拜后11点至12点30，圣歌队因伫这个2楼礼拜堂有要加强练习，有准备这个一寡小点心甲午餐吼，请咱队友留落来踊跃来参加来练习。较下面就是第7点妇女团契吼，其中第2点因12月17下晡1点至12月18，要伫国馆举行这个温泉悠活漫游2天1夜游啦吼。详细的这个报名内容肯定伫周报内底吼。咱邀请咱会友有兴趣的客友吼，甲罗伊执事来甲报名交纳这个费用。其他事项吼，咱请会友参与周报刊登的内容，所有这个团契的活动。咱顶礼拜的月定奉献、感恩奉献，其他奉献拢刊登伫周报第6页。总共若有5点。楼顶需要更改的，请会友咱财务部长来反映。这是我邀请咱毋知今日有新的会友来甲咱甲咱同心来聚会无？若有，请你起立。无吼。无咱即是咱邀请咱兄弟吼，同心为着咱教会事工，也是咱个人生活、家庭，也是伫学校的课业、工作面顶，咱有侪事项需要借着祈祷来向咱的主恳求帮助的，咱同心来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里愿意听人祈祷的阿爸爸啊，恳求你按耳孔听阮的祈求，阮要照阮的喙，将阮所操烦、所挂虑的逐项事，嘛要将阮所仰望、所祈求的事，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有主你的帮衬甲祝福。阮教会会弟姊妹伫10月22，跪伫天家，定着伫11月7號要來完成告別式禮拜甲火化禮拜。恳求主保守所有的準備甲程序，通好順利來完成。願主的疼痛甲慈愛，臨到遺族。互因伫心內挺好得到上大的安慰。
本会甲圣长老伫10月22明主运调，定伫11月11要来举行告别礼拜。感谢主怜悯，写甲圣长老病痛的重担，愿主安慰遗族，保守所有准备甲听事，听好顺利来完成。恳求主保守阮教会所有的年长者，特别是当你接受治疗的兄弟，恳求主你的平安甲因三角之地，互因有好的治疗甲满满的祝福。阮教会煞接有团契的会长改选。伫11月底，阮也要为着阮教会明年的事工准备来举行事工的检讨会，恳求主赐阮智慧甲勇气，互阮好胆诚实来检讨阮教会伫事工运作顶面的种种问题。特别恳求主赐阮所有的长执有合一的心，愿意伫较大的福音事工顶面，用心计描，有气力甲耐心，来为着主的大使命来跑走。恳求主伸手帮助阮的教会，为阮备办适合阮教会的牧者来牧会，推动教会的事工，传播福音，兴旺阮的教会。阮将阮侪侪操烦、担忧、甲毋望的代志，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望主看顾，望主成全。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咱现主是请咱兄弟起立，咱好带伸咱的手出来吼，来咱倒边正边的来甲因握手。来，听你，我的主爱听你，我看你摆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心，搁一届，大声来唱，主的听声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心来拍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哦，即摆拍鼓有较大声吼，唱歌也是真细声。来，请坐，咱邀请咱牧师为咱来祝祷，煞接唱511首《乌老天顶主宰》。牧师。来到，对。乌老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老万民，人地表天的更新。我将恁交伫天父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父子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等殿乐结束了，咱才离开。